同啟智李新篇，共建幸福港島東。讓我哋聽聽支持者為乜要支持候選人吳秋北。吳秋北議員呢，佢係咁多位候選人之中唯一一位呢係有呢個立法會嘅經驗同埋實績，同時呢，佢亦都係唯一一位呢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。吳秋北喺任內呢係全心全力為香港、為基層、為打工仔發聲。我認為咧，吳秋北係我哋最理想嘅候選人。吳秋北議員過往半年度咧喺灣仔開辦咗佢議員辦事處啦。咁過去1年咧，同我哋辦事處就住民生問題啦，好多勞資嘅糾紛問題咧，都合作無間啦，處理咗好多民生嘅議題。秋北會長為市民成功爭取到醫療券、醫健通，聯通香港同埋內地兩地嘅醫療網絡，俾香港人更加可以安心咁樣喺大灣區生活。我哋一定要繼續支持吳秋北會長，支持1號吳秋北。一張選票，一份期待。12月7日，大家齊投票，選出你心目中嘅議員。